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记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对伊，甲世间人所行其事，愿人拢学乐，拢学乐伊。即时，请咱三甲来学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有精神的，我们用欢呼赞美来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赞美。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时坐下，用我们的心一起来赞美。一
圣经。我信上帝，全能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伫本手壁倒现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
第三日对上向倒我就天，打坐伫全面的上帝大庭，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教会，圣道相通，最少的肉体倒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下来交托启应文，我来启请大家来念。启应文对有信息第6篇来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敬畏，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所我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音。为着迄名，我行伊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嘴，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阵势，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嘴抹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叫我来你了我的事。这是咱大家的祈祷。愿意体认至高的上帝，伫即个主日敬拜时间，用诚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满心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伫每一日来保守我的性命，引带我行你的路。你的慈爱永远无改变，你的信息要到万世代。阮恳求你用你圣神来充满伫阮中间，祝福今仔日所有的礼拜的珍事。求你来祝福阮来祝福阮来帮助阮来开声学路，互阮的歌声毋是出自习惯，是伫心神甲心实来学了你的荣耀甲尊贵。也恳求你陪伴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袂当学习谦卑，放下一切的骄傲，承认阮的有限、阮的软弱，甲阮的罪过，来帮助阮重新来学习你的款式，也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于你。最后，阮嘛特别为着兄弟的身体健康来祈祷，伫阮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有病痛、有苦难，求你亲手来医治每一个软弱的身体，来安慰每一个忧伤的心灵，互患病的兄弟会通重新得到快乐甲盼望，伫你的恩典中间得到恢复。嘛，恳求你来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神健康，会当有搁较侪力量来服侍你，来做美好的见证。阮嘛将教会的逐项事奉放伫你的手中，无论是团契，无论是社区，无论是中职，无论是讲台的讲道理的，无论是关怀，拢伫你的保守内底有真好的事工。伫你的中间，咱用真理来互相勉励，来成长，来彼此相疼，来互相来扶持，互每一个兄姊妹的性命会当充满基督你的恩典。阮将一切感谢、懊恼、关荣，甲拢归于你。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是咱要来学咯。说你几句，处处。
今仔要来中读上帝的话，今仔要读圣经启示记历代志下第7章第11节到第16节，我来念，请大家来看。约安尼所罗门起耶和华的殿甲王宫完工，伫耶和华的殿甲王宫所罗门心内所爱做的，拢做到成功。伊是耶和华出现伫所罗门，甲伊讲：我已经听你的祈祷，也紧即所在做献祭我的殿。我若关目天到无落雨，也是令草莓食伊的土产，也是互瘟疫流行伫我的百姓中。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谢，若家己谦卑祈祷，又见我的面，越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第15节，我要目睭看耳空听，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以上，即是请蔡经乐来为咱进行。元旦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次看到你们，我心情都觉得很高兴，因为最近这几年来，有时候都觉得说，唔知安怎度过。有在讲做年艰苦，真感谢主，好这个机会，这段期间为着准备到你来读做圣经呢，也真感谢恁用稳，或者台湾国语的还可以跟你们在一起做讲道。我礼拜5去参加一个婚礼，那个是一个在新北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个牧师是从台南来的。那牧师说，刚开始来他是讲台语讲道，15年来讲到现在，他是用国语讲道，然后说这是整个的趋势里面更重要的。我说还好，我们不是用希伯来文还是英文讲道，改天可能我们要用英文讲道，那个时候泽波你可能今天要准备，可能要做翻译。但是怎么说？学习自卑。我已经发觉，为着要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有当时也加减看到别人安怎讲安怎来描述这个讲道，这个自卑。这个做趣味的哦，尤其末世基督教信徒基督教会，他们认为说我们自卑，我们不要自卑，我们应该要坚强一点，我们要有自信心，不能自卑。所以我才发觉到说，这个可能翻译自卑哈，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圣经的自卑。如果用和本来讲有24个地方提到自卑，但是现代希利本，我刚才特地又去找一下那个监理制的圣经，希利本讲的自卑是什么？自我谦卑。讲的自卑，他们全部翻译成谦卑。也就自卑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自卑，其实那是自卑感是完全不同。可是当时的背景，自卑是对的。学习自卑，
今天里面的不管是雅各啦、老彼得啦，一直跟我们讲，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自卑的必升高。这个自卑是自我谦卑，谦卑的必升高。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内面讲得足清楚的，他说，咱迄个人想甲咱读的圣经内面，有甲咱讲，迄是所罗门王造殿，殿堂盖完之后，上帝接纳他哎。古时候是要献祭，上帝如果不接纳的话，他不会从天上降火，把那个祭物全部都吃光烧光。那个整个的那个燔祭里面，整个活下来，整个都烧光。所罗门王在献祭，上帝完全接纳。然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告诉所罗门王，所罗门王讲你吼，你要看现在的地，其实古代古今中外都一样，最怕什么旱灾。啊，你看以前我们那个中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治水的工程，大禹治水，从大禹开始就治水。旱灾是最可怕的，然后还有什么虫灾、蝗虫过境吼。那么咱老当时讲咱咧食物件咧吼，咧看到扫啊清理淡淡，那个蝗虫过境，哦，那个蝗虫过境真的，如果你去看那个影片里面，觉得很可怕。台湾还算不错哦，你看美国蝗虫一过来，农地那么大，整片的这么扫过去，飞走了以后，剩下那个光秃秃的一片，很可怕。他说：纵然你的土地遭受这些灾难，纵然你的民怎么样，只要你们怎么样，自卑祷告，然后寻求上帝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上帝要怎么样？从天上垂听啊，从天上垂听你们的祷告，然后侧耳，还要侧耳去听哦，侧耳听，睁眼看，不是视而不见哦，睁着眼睛看，注意看，注意听。你们祷告是什么？会赦免你的罪，赦免的罪包括什么？当然包括生病嘛。以前观念的认为说人有病才会有罪，现在当然圣经的解释慢慢把它看出来，不见得是耶稣讲说，上次在治病人的时候，门徒问他说，哎，这个人是不是他的父母，还是他犯了什么罪呢？他说不是，这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不见得是罪，但是有罪的人容易生病，这确定的嘛？医学上也证明说你心情不好，现在怎么样容易生病。所以相对的，这个圣经节里面重复再一次将大卫之约在我的面前再呈现，也就是说，所罗门呢完成整个圣殿之后，上帝从天上接纳他的祭物之后，夜间向所罗门王显现哦，然后显现要什么？确定大卫之约。大卫之约等一下会讲大卫之约，圣经的五个约里面，大卫之约是非常的重要。然后上帝会怎么样？睁眼看，注意看，侧耳听，注意听，而不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哎，注意听，嘛就天足宝贵的，紧紧看，注意看，上帝注意听你，你的祈祷是出自你内心，是达到上帝意思，是好的，毋是要求讲这边乐透我一定会当对，上帝我不你管，上帝不你理啊，你的乐透中奖。所以相对的，上帝在看你是用心，你用你的心去跟人打招呼。刚才人家在祷告的时候，我也蛮感动。他告诉我们的侍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可以做音响，可以来敬拜赞美，可以来参加礼拜，可以去招呼别人。就像你的侍奉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平安，对不对？再一次跟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哎，每个礼拜一见到平安了，你会觉得说，啊，这个礼拜，尤其我们监察院现在是风口头上面哦。每天都一直打电话来联络该怎么办怎么去解决？监察以前是疯狗浪的上面，各位都知道，监察反正现在骂的一文不值啊。以前觉得当监委好像御史大夫，现在当监委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但是怎么说，上帝都有他的美好旨意在，所以侧耳听会怎么样赦免他们的罪，医治这个地。
哎，一枝地很重要哎，才可以有青草到青草地上，才有丰硕的水果，丰盛的产物。更重要的，这些事情要自卑祷告。自卑祷告不是自卑感的祷告啊，上帝我不行，不是这个样子。自卑祷告是谦卑的祷告，自我谦卑的祷告。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的约定里面有五大圣约。罗马之约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嘛。罗马之约最漂亮的是什么？彩虹之约。哇！然后他们出船之后，快点彩虹。彩虹之约，赞美之前有做一首歌《彩虹之约》，彩虹下的约定。婚礼的时候，很多人唱彩虹下的约定，新郎新娘都觉得好感动，但是只有感动那一天，第二天毕业旅行就吵架了。我说彩虹下真的很美。那亚伯拉罕之约，信心之父让他离开他的本乡本地。摩西之约更不用讲了，带着人出埃及，40天的旷野的流浪。大卫之约，今天就是再次确立大卫之约，然后基督之约更不用讲，是基督的救赎。大卫之约，我们特别会讲大卫之约，因为大家对大卫之约可能会比较陌生。大卫的约束，大卫真注意吼，所罗门王因为犯着鬼，所罗门王离开上帝，离开上帝之后，上帝另外拣大卫要对以色列的王。所罗门王过世了后，所罗门王死完之后，7年半以后，大卫才登基。可是人家大卫登基以后，立刻做一件事情，他就觉得说，上帝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家，很好的圣殿，因为以前只有帐幕，只有会幕、帐篷、会幕，这个圣地这样不好啊，这个太简陋了。我用金银，我用最美丽的材料替你造一间非常美丽的殿。我们教会也准备做这个专修。我礼拜五去到那参加的时候，我跟那个牧师在那边聊，他已经在那边牧会15年，觉得很好玩。他们跟我一模一样，中间有一个柱子，他教会像我们这样教讲的，然后也是要固定的座位，然后他们现在会有增加很多。他说我这固定椅子真的好麻烦呢。昨天为了问你照相，那椅子又很重，新的嘛，新的越来越重，哇，搬了老半天。他说真的想全部把它换为折叠椅，他又舍不得，因为那个椅子新的，他们刚买1年，又舍不得把它丢掉。哎，抓紧了吧？你想这有什么方法？我讲，祷告啊，看上帝怎么做。如果说椅子应该全部拿掉就全部拿掉，看上帝怎么做。我们最后也要做整修。相对的，以后我们的礼拜、祭献各方面都更蒙神的祝福。大卫之约，大卫之约里面上面有应允他7项的约。上帝愿意大卫，你神很好玩哦。大卫说：“啊，我先跟你盖殿。”神笑一笑，你的信心很好，放心，你准备材料就好，因为你本身是有罪的，有污损的，所以是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帮我盖殿。可是你的信心这么的好，所以我无条件的要给你很好的约定。什么约定？我会跟你同在，你会得胜。现在我们觉得没怎么样，在当时他们刚进入迦南地，也开玩笑，那个地方四周都是豺狼虎豹哎，各位可以想象现在的以色列，以色列周遭没有一个人对以色列是好的。我们台湾还隔个海峡，说可能会怎么样，兵凶战危等等的。以色列是在这里，周围全部的人对他都没有好感。所以，上帝应允，大卫你的王朝里面，你会得到，会跟你同在，会得到，而且你会得到大大的名声。名声最显亮的是什么？所罗门王。所罗门的名声遍及，本来上次从埃及被赶出来的，连埃及的女人特别来看所罗门，他们会得到什么？在这个地方得到安居耶。说到安居，会觉得很简单嘛？我就觉得很困难。为什么？我台北没有房子啊。我可能以后会在台北生活啊，我的儿子可能迟早会来台北，我女儿已经在台北呀。所以我们贵乡经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再讲了啦，没办法，我还是要再讲。你来7年连一间房子都买不到，他就做
所以说哦，住宿舍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荣总的医生当时有盖一批宿舍，就给医生住，护理师也叫护士，没有地方住，所以他都是荣总旁边都去买房子。几年之后，那些医生不再荣总当医生出来买房子，所有主管都买不起房子，那些护理师每个都买好大的一间房子。所以这到底是谁赢谁输我不知道，反正对我来讲有一个安居之地很重要，因为现在我最起码有一个30平的宿舍可以住，能住多久？1年多，我不知道。相对的，上帝会保证大卫之约让你安静无所打扰。各位觉得这话重要吗？这个非常重要。你的得救在归为安息，安稳安息。你晚上能够睡得着，是多大的福分！有人年轻人觉得说，那时候困难，我眼睛闭开就睡着了，尤其那个婴儿，那就睡着了。能够睡，能够吃，能够都非常重要，不得了哎！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你能睡得安稳，你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那就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然后呢，你的建立你的王朝，各位你可以你的王朝，而且你的王朝什么？你的子孙可以承续你的王朝，只要敬畏上帝。所罗门王有没有？有。虽然他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他其实心里面完全向着上帝。那最后一个约是什么？我像慈母一样会责罚你，可是我仍然像慈母一样会爱着你。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这几年来，我一直觉得上帝在管教我，因为人没有终止，直到我见主面的那一刻。我不可以讲我一定能够见主面啊，因为中国主要的人不见得够进入神国，但是我们努力，就像上礼拜跟各位讲，上礼拜跟各位讲，我们都要什么？进入天国之门，阿门。每个人，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心说我要像以前一样，我几千个人在叫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希望我所在的中间教会每个弟兄姐妹们，自卑但是没有自卑感。我再强调啊，自卑而没有自卑感，就是你们谦卑，但是没有自卑感啊。不要自卑，哎，我跟蔡崇义比起来，虽然我比他英俊潇洒哦，可是哦，他最起码娶的太太比我漂亮，不要自卑感。自卑，但是不要自卑感；谦卑，但是不要自卑感。所以这个神里面的7个约里面，尤其最后第7个约里面，就上帝是食物的立场。你们若犯了罪，我会责罚你们，但是我一样仍然像食物一样，永远拥抱着你们。所以相对的自卑是谦卑，所以我们说学习自卑，学习谦卑。所以今天讲到一个很重点。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你不要说你自卑，我自卑，我很自卑，你很自卑感不好，你要自卑，你要谦卑呀、自我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是 humble， 我不晓得念对不对，不对的话，等一下那个黄轩姐来帮我指正一下。但相对的 ，humble 本来的意思是谦卑呢。可是因为当时会用自卑，是因为跟自尊心2个在一起翻译的，所以把它翻成自卑。24个地方都翻译成自卑，所以有的人就把它望文生义解释来做讲道。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跟各位一定要承认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所讲的自卑，大部分都是跟上帝有关，仰望神的自卑，仰望神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上帝面前，那个才叫做自卑。自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要承认自己有罪。基督教最受人讨厌的那个礼拜，我跟那个牧师在谈的时候，他也一样说，刚开始我说大家都有罪，大家都用那个眼光看着我，我们有什么罪？是你牧师自己有罪，说我们有罪。因为牧师先讲我有罪，大家都有罪，我为什么有罪？其实我们先承认自己有罪。人没有完美的，真的吗？人真的没有完美。世上没有一个艺人。如果你是艺人的话，你不会来做礼拜。生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所以我们要自卑。
自我的谦卑，那么需要神的赦免跟恩典，很重要。我们需要神的赦免跟恩典，所以因为我们有罪，所以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神的恩典医治这个地。所以我们要自卑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我的很闲，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闲我那时候一天睡2、3个小时没有问题，连续可以好几天，一边写判决一边打电话联络会友，有时候忘记了，就半夜1、2点打电话才知道说，完蛋了，是半夜1、2点，电话已经响了，所以以前没有大哥大，都是打家里电话整家都把人家吵起来，不好意思，所以相对的，凡事能够依靠神。我觉得这段时间让我觉得心理上最感动的是，我可以全精神的依靠神。我真的有时候撑不下去。你们现在看到我们监察院有没有？每天都在报那公车私用，然后你们就会提出一个，你们公车私用有被弹劾的，你们都会看到名字叫做蔡崇义，把人家弹劾，然后开始有人问蔡崇义，你们人要不要弹劾？不同性质尤其是我们自己出的但是问题是，反正再怎么解释都不对，只有保持静默。然后我们就干脆不用。有人说你当这个首长现在变成每天做捷运，不是很难看吗？我们在宿舍里面，我们要做捷运出来，那他们都坐公务车，那我们一个人走路去做捷运，有什么关系？不要做就不要做，我觉得很胆大。但是自卑感就不一样了自卑感是什么？觉得自己不足，不如别人，达不到大家的要求。自卑感以前没有那么严重，现在好像好严重以前种田种地，种好种坏有什么关系？顶多说，哎呦，我们村里面出一个状元，村里面出一个去练省家中的。慢慢的，我们自卑感是什么？后天形成我觉得我们都在训练小孩有自卑感。我再讲一次我们在训练小孩有自卑感。蔡总理今天讲话怪怪的我们怎么会训练小孩有自卑感？各位回想看看，从小念书，你才考几分你才考几分隔壁阿姨考高中呢，你考60，有没有？我们经常拿我们的小孩跟别人比较，你说没有？我就有我承认我有。哎呀，我看你读册，你要看人什么人呢？你白白当初10分7两囝，书包一直你班第1名，医中考到台大医科，你嘞？会不会？很多嘛今天我们吴光来，你们对小孩子，哎呀，旁边的我隔壁，我同事什么人考偌好你就开了，吴光就说就安尼伊细汉咧在读册时阵，常常迄个去那种体验在甲教唆，迄种体验较袂讲还讲，你著较认真嘞，佫特别来咧甲你教。我们很多自卑是后天养成的比较。你看人家唱歌，贝斯唱遐好听，你若唱迄个高声去食好，阿玲声，上帝喜欢那个声音的。所以相对的，我们自卑有时候自己养成的而且自卑感是什么？来自批评。你这是安怎做的这不是跟谢依荣霸凌吗？霸凌吗？虽然霸凌没有成立，其实那个霸凌是成立的，因为他是用没有刑事，但是有行政责任。一个人把你逼到自杀，没有霸凌吗？我们经常是批评着来自这个压力别人做得好，你怎么这样做不好？然后我自己本来这句话想讲，尤其在我们台湾的社会、中国的社会，一个最明显是什么？上课一片安静，我当了10几年在政大教书，连大学生好安静。台湾的学生更安静，那时候有教完学生从大陆过来的，反正一直举手在发问，大家就要看着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在美国发问是正常的，老师问问题回答是正常的，在我们这里老师问，这个有没有问题？一片寂静。我们都从小都被养成有自卑感。有一天在长隆中学，反正这真实的见证，有一个实习的数学老师解一道题目，上完有大家
咱拢教囡仔讲，你唔通甲讲，不要讲，上课主任说，老师你解答写错了，他理工非常的好。老师说谁讲了？站起来。中午到我办公室去，结果他在办公室里面罚站吃便当，就那个教务主任说，上你怎么在这里？老师把我罚站，为什么？他上课解题解错了。那之后有40个家长投诉，因为那个奇怪，那个是数学系吗？我不知道，这可能要问叶江长老。那个数学题目都不太会解，然后之后那个老师差不多3个月试满期用到，那个学期没有过完，那个老师就离开。但相对的是什么？我们压力，我们看的学生非常会自我压力，然后看人家解答说，太有什么了不起？这个答案我也会，有什么了不起？有会为什么你不讲？然后我学生会拼命抢答，我们这边都，老师问说这个1加1等于多少？你也在问1加1等于多少？一个人出来讲2，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什么好讲？如果问你1加1不加等于2哈，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就相对的，我们上帝说你们要自卑祷告啊，寻求我的命，重要是什么？要转离他们的恶行。恶行里面，箴言里面有告诉我们，恶行有几种？耶和华所说的恶行有6样，加上耶和华所争论的有7样。哪一样呢？最重要的一样是什么？你的眼睛不要有高傲的眼，眼红怎么样？眼黑心就红嘛，对不对？眼红心就黑嘛。不要高傲啊！看人家都是这样看，能够皮跟看人一起把肌肉高高在上，把肌肉动掉。但是有的哈，你不要怪人家哦，就像上恩的眼睛不好，因为他度数很深，所以他远远的看你可能不健康。就像我现在看到你是模模糊一片，我要告诉自己一定要去配一副眼镜，我已经讲3年了啊，我要去配一副眼镜。但相对的，不要高傲的眼呐、上帝所创造的每个人都非常的美好，请你跟隔壁的人讲，你最美好。你不要讲，你不要以为是随便厌恶一下。比如说，上帝所创造的每个都是最美好的，你要相信。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贤美，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要什么顾别人的事情？不要看自己高于别人。你在社会上，纵然你还非常有财富，非常有地位，多久？100年好不好？120年好不好？到天堂是看你的信仰你的位置可能排在最后面你那个做大官的人排在最后面，所以我讲底下乌噜噜，更关什么？对啦，更关丢那个不输啦。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检讨在座很多长老跟牧师自己要特别检讨啊。底下乌噜噜，更关丢像我输，这是我在讲来讲的，提醒我们自己，对不对？本来就是啊。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一样，说我都丢了，我讲的他实在。那上帝不喜欢那句话，上帝希望的是那个世俊这样啊，你每天来做礼拜啊，天天听上帝的话语，注重他的心，他得到一个很大成就，那个是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舌头，万恶之源是什么？舌头。我6月底也要去基督教2个礼拜，我跟我们宗教有请假2个礼拜，我去基督教会，因为他牧师6月底要离开。其实是算是离开了，但是前理还在但是就是不讲道了，对不对？教会现在有一点乱。我想说趁这个机会赶快先去跟他安抚一下，赶快去设法一下。真的，舌头很可怕你不觉得吗？舌头是最可怕那个国王说：“你去买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给我。”结果全部买舌头了。舌头真的很好吃对不对？不管牛舌不管什么猪舌头，舌头都很好吃然后你去买世界上最差的食物给我，他也买舌头因为最可恶的是舌头。你的舌头如果没有烂掉我到死之前都讲一些不好听的话。然后什么？手流无辜人的血的手，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去杀人等等的。我当法官当35年，
其实最可怕的是法官搞不好是杀人的刽子手。所以说，有时候半夜会惊醒呢，会想说，这个案子有没有判错？我其实压力很大。我在监察院，其实，那时候是赖清德总统跟我推荐的，那蔡英文总统看到以后就找我去谈，谈了好久，谈很久。然后之后就跟他讲，我压力很大。他们还骗我说不会啊，咱监察委员真的都没事。啊，现在大家都在骂监察委员没事，我觉得我忙死了。可是他监察没事，监察委员没事。连现在我们都不敢公布说我们办了几件，我在这里公布啊，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办过超过200件，有人1年办超过1件，就这样。那个人绝对不会出事，因为很少来上班，所以绝对不会被跟到。你在上班的人偶尔会出去买个药或者买个饭，搞不好你就会被跟到了。所以这个，反正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最要心心很重要，你不要图谋恶计的心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心要正自己我们要脚那种飞跑行恶的脚看到太累极今天跟什么人讲这非法行恶的脚很重要，而且土谎言的假见证，世界里面就叫我们不要做假见证我们接着做假见证的，而且那个假见证会像发酵炮一样，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说了一个谎，要说4个谎再圆，4个谎要再100个谎再圆，讲到最后好像都是真的了。反正现在是网络时代，先骂先言，先跟你讲这个样子，讲到反正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这个社会怎么啦？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什么？神除了这6样以外，神还有证明一样是耶和华心所证的是在弟兄姊妹中间尚不纷争的人在弟兄姐妹中尚不纷争的人，这个真的是不要制造人家的纷争好不好？说那个人怎么样？不是还个性我们经常讲说面恶心善。我们现在你们看到我面很恶嘛很不好看。我心里没有很善但是最起码我要面恶心善。所以我们知道，人若知道嫌善不去嫌，老雅各讲说，就是他的罪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你饿了，你渴了，你没衣服，你看你生病，你在监里，举手之劳，给他1杯水，1块面包，1件衣服，去关怀他，难吗？不难呢。可是我们有没有做这种举手之劳？没有呢。所以上个礼拜讲的例子是他的妈妈，连他的对你的自己的家人最亲爱的妈妈，你都觉得很举手之劳都没有从我们家庭做起，从我们中心教会这个大家庭做起，每个都是兄弟姐妹能够做到的。我不是说叫你要出去勉强不要出去勉强，甘心乐意，甘心乐意。那我们真的不要出去勉强，所以很重要的，人若知道要转离他的恶行，所以叫转离恶行，他会告诉我们什么？能够行善而你不行善，就是恶行你会当自作为到的，你知影讲，兄弟姊妹一起拄啊巴肚肠咧枵，甲1块面包给他就好，你让他平安平安愿上帝祝你平安愿上帝祝你有吃得饱你家里面包那么多，拿1块给他，你不要讲的那么多话，就拿1块给他就好。他没有衣服穿，当然现在大家台湾便宜吃的是不错，但是不否认你看那个监大佬经常去北恩，那现在很多人你看睡那个台北火车站，你不要以为他们有的人学识比我们都还高很多，有的人看圣经是看原文版的，看英文他看英文比看中文更流利。可是你说他是游民吗？他就是游民，他是广告工作，他就是游民这些人更值得我们需要关怀。所以主耶稣马太福音28章叫我们要承担大使命可是对内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执行大诫命。所以刚才我们在大诫命说，你们要什么？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走出去的彼此相爱，而不是嘴巴的彼此相爱。你别说我现在爱我的太太是嘴巴，我现在爱杨长老是嘴巴。我每次看到我每次问的第一件事情，我到家问的第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要平安怎
其实每天我挂在心上都是啊，交给你啊，起码起来对不对？他现在吃不太下，所以礼拜我碰到一个也是一个在化疗，一个长老，我们不只教的长老在化疗，一天14次。他说在第10次的时候又吐又血，觉得他整个头都掉光，他觉得他的人生完蛋了，应该要走了。他说感谢上帝，就让我走吧。医生说还没有，然后又第11次、第2次，现在第14次了，现在已经可以走路上来，只是脸比较黑而已，讲话也是谈笑风生。他会经过这个苦难，我希望曹弟兄赶快经过这个苦难，所以每次我先问的就是有跟你啊，金安诺，他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希望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就有一辆班机啊，从约翰尼斯堡非洲约翰尼斯堡起飞啊，飞机上坐得满满，突然一个很高贵的女士，穿的很那个都是名牌的，名牌什么 Prada LV 哈，哦都是穿名牌的，坐下来突然发现到，我旁边坐个黑人。那个空员就立刻响起来，空员这个按钮不是一个按钮吗？就来，请问这位女士，你有什么事情没有？你没看到吗？我旁边坐个黑人呢、我旁边可以坐个黑人，南非种族歧视很厉害。但是虽然已经解除可是他从根理心理上都认为黑人就不够资格跟他坐在一起。我旁边怎么可以坐个黑人？啊，这里是你商务舱，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位置，然后他就走到商务舱，走到头等舱，然后跟机长在那边讲完话之后，他就回来说，这里是好，我们找到位置，商务舱已经没有位置，经济舱以后位置都满满的，可是头等舱还有位置。那个女士讲说，你看经济舱没坐头等舱，跟你说我是很高贵的人，他刚好站起来说，那个空中小姐跟他说，对不起，不是你，机长说请这位黑人请这位贵客能不能去坐头等舱？那个黑人本来头低低的，他讲，是啊，不好意思啊，你能不能方便请你移驾到头等舱？那个人又觉得很羞愧，又觉得很生气，怎么应该是我去坐头等舱，怎么是这个黑人呢？可是他又讲不出口，因为人家也没有请他去，他本来就买商务舱、经济舱的票啊，他坐下来，结果那个先生很不好意思，就去上面拿他的行李，没想到整个机场的人都站起来拍手欢送他去头等舱。我不要这个心理，你不要以为你是白人啊，他是黑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颜色，在上帝眼中每个人都一样，都是上帝照他形象所创造最美丽的产物。不要自卑啊，不要自卑感，你要自卑，你要谦卑，但是不要自卑感。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再怎么说，一定要让各位知道，自卑是谦卑的意思，而不是说叫你来教会就有自卑感。你人错呢？你是个慕道友而已耶。我受洗了呢。你受洗的话，你更加谨慎。受洗是在上帝跟人面前证明自己，而不是我就比各位伟大，我怎么样我就比较伟大，没有。这个叫唯一的，就是基督是主，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上帝是唯一我们所依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上帝更伟大，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人更高贵，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人更值得我们去羡慕啦，我们去仰慕。但是如果有兄弟姐妹生病，还是真的有问题，我们真的要为他前去祷告。能够的话，举手之劳，你应该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这些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只要你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因为什么？我们本来就软弱无能啊。你觉得你自己生来就很强吗？其实我以前半段的生活，觉得非常的平顺啊。包括当时设教会都是一间设吧，那到每个教会都可以到400个人离开我觉得一切都很顺。直到我晚年的时候，我发觉到说，其实没有那个样子，不见得你要自卑祷告，让圣灵充满圣洁，而且大有能力
你说圣灵我看不到，其实你们可能自己没有感觉哦。我这几年来，我已经慢慢感觉到，其实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圣灵充满在你们心。你发觉到你们很自然而然显露出来，就是那个基督的样子，基督徒的样子，你们显露就是像基督徒的样子。所以很多人说原来终身教育，就是终身教育感到很温暖，感到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基督徒的样子。这个不是说刻意把它端出来，而是说，你看，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的查经才是非常大的重要。我们将上帝的话语深刻在我们的心里，你自然显露出来就是基督的样子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诅咒、贫穷、无望之中啊，本来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自己很体会，我们生活中每天那么大的批判，这么大的压力。那如果我今天下来当律师的话，我可能会赚很多钱，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我要继续在这边当？可是上帝就不允许耶。所以我曾经有一次跟上帝祷告说，让我去念神学法，上帝也没有允许耶。从我儿子才知道说，我不应该去念神学。那相对的自卑祷告得到祝福，而且凡事得附着有盼望。有一个姐妹碰到我就在分享这个事情，说我是个公务员呢，我先生又不在，我一个人要带你的小孩，他叫我要11奉献，我说哪个教会强迫你11奉献？没有，照自己的心意。中正教会拜托一下，奉献照自己的心意，不要觉得丢脸，没什么好比较。谁奉献比较多，谁奉献比较少，少看，上帝看就好。他说那我奉献多一点，让上帝看。你奉献多一点都不是出于心甘乐意，上帝也不会接纳。心甘乐意的奉献，不要拘泥说谁奉献多谁奉献少啊，这个奉献的多一定要当长子，这奉献的少不要理他。只要我们心上存心向着上帝，那都是值得赞美的。所以人生有时候觉得空虚，你看传道书就第1章第1节跟我们讲空虚的空虚，人生就是空虚。有时候你会觉得蛮空虚的。我大家跟各位同爱啦，就抗议啦。但是相对的，我们要自卑祷告成为什么充实的人呐、你的生命要充实啊，要担当啊。我们看那个多当啊，帮助系统教帮助什么日本啊，还是卡拉 OK 嘛，对不对？那生活要过得充实一点嘛。所以现在你看那个在去众生教会啊，你看你太太帮你照相多漂亮，你们特别看你站在中间，你站在中间特别漂亮。我们每个人要有自信啊。自卑跟自信没有冲突呢，自卑跟自卑感跟骄傲才有冲突。自卑本身，所以上帝说，你看我要做一件大事，你不要觉得自己都不行，我会为你们什么，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卑是自我谦卑啊，谦卑自己，而不是那种自卑感啊，我什么都不行啊，今天那个地方，今天你来弹琴，我不会啦，我什么都不会。能够侍奉就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神主长教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不但在新约有2节，在旧约里面也写了好多，说不要骄傲。为什么？我们要先谦卑，自卑的起点要谦卑，谦卑是一个起点啊。所以我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你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祈求眼叫气息悲观，你照也无恙，行也无声。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乏，行走不疲乏。奔跑不困倦，因为他说追求上帝人自卑的人那个起点啊，他蛮有力量。这个力量不是侍奉的力量而已，你的工作上的力量也一样。因为今天你在事业上，你会真的充满着力量，而且你自卑的人会顺服上帝的旨意，你会学习顺服，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上帝比我们聪明太多太多了。上帝造我们，造我们一个脑，你以为你全部都用？我告诉你，到进入棺材之前，你搞不好用不到1%、1/1000。当然我不是科学家，这个要人想可能比较清楚，但是相对的，我们脑没有全部都用。那相对的，它的结果是什么？只要我们谦卑、自卑、祷告，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就有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啊！所以相对的，人的一生在学习什么是真正的自卑啊？什么叫真正的谦卑啊？
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谦卑，我们学习怎么样透过主耶稣基督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是温柔，他是谦卑，他遭受灾难的时候，他也不开口，因为他知道真理在这里没办法得到彰显，有一天就会得到彰显。所以我们要学习自卑，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很伟大啊！我希望从我自己开始，我承认我自己的有限，我也承认我自己能力不足，尤其昨天到那个地方，其实我估计一下，我开车大概40分钟可以到，可是坐捷运再接轻轨接2次的轻轨啊，我坐了2个小时。可是我觉得说，我现在不太开车了，年纪总大了嘛，尤其看到那个一个70几岁吧，78岁的人开车去撞到那个山下，有没有？所以说死掉以后，那又要恢复说70岁以后不能开车，要重新学习驾照。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厨师两个人说，那是我要开始学驾照，我超过70岁了啦。学驾照以后你去过高，你要先考自己驾照了，否则费用不要给我贷。没有驾照，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自己智力有限的，真的是等老了以后，我开车越开越慢，后面都会扒我都把它让开，让他扒好了，让他先过去。我自己就觉得自己不行啊，反应能力都很差，而且要放下自我，自卑很重要，放下自我，更重要是什么？承认自己有罪啊。如果承认我们自己不行啊，这样的话，我们相对的，上帝会从天上垂听啊。上帝会侧耳听，会睁眼看，而且更重要的，在神面前的自卑会让我们升高，自卑就会在升高。有一辆公车要回到乡下，公共汽车在乡下上，因为要经过很长远的路程，一个小孩把一个编织的那个袋子，那个里面有一个盒子，他这样抱着，那个小孩子很脏，看起来就是从工地刚出来的，渐渐坐在那里。旁边也坐一个人，看起来是他的亲人，他这样坐，一站过一站，突然到一站，一个怀孕的妇人上来，满满的都是人很挤嘛，有的人都站着，那个小孩子看到以后，立刻站起来，说阿姨，请坐。他们看到那个小孩子衣服好脏啊，手啊脸啊都好脏哦，那老孩就露出一个脸色，好吧，那么脏。对不起，阿姨，对不起，他赶快拿卫生纸出来，把他的椅子一直擦，擦很干净。阿姨对不起啊，现在干净了，请你坐。那个人反而觉得那个孕妇觉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拍谁，就坐下来，之后开始走，晃，因为经过山路开始在晃，突然刹车，看那个小孩子前面自己本身这样跌倒。把那个抱得很紧，旁边人都很舍不得，就开始慢慢的长久之间开始聊天，说小孩子，你抱什么？你抱的这个盒子是什么？这个手就低起来，这盒子是什么啦？你怎么那么珍贵？前面自己跌倒也不要让盒子受伤。这是我妈妈。全部人都静下。旁边跟他一起上来的就是他在讲，不好意思哦，我是他的叔叔，他的妈妈是在我们山里面小学的老师，爸爸很早就过世，我的哥哥很早就他的爸爸就过世，他的妈妈为了让这个小孩子以后能够上大学，所以他就趁着暑假去打工，到工地去，女孩子到工地去扛钢筋，可以赚比较多的钱。就在前几天，他从高楼在扛钢筋的时候，因为钢筋太重，可能也是最近吃睡不太好，就从高楼掉下来，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的骨灰送回村庄，他在村庄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那个有一听到，站起来不是，坐下去也不是，说小孩子，你好可怜哦。你觉得说我不可怜？妈妈说哦，不应该讲可怜，
我要学习阿甘，各位都看到阿甘正传。我遇到任何困难，我要坚强，我不能让我妈妈失望。我的以后就是非常坚定的表情默着，我要让妈妈知道，我要一定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全场的人都非常安静。妈妈说我从小什么都做不好，但是不能放弃任何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谦卑，自我谦卑在神的面前，不要有自卑感，不要骄傲，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神看为最宝贝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感谢你，求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自我谦卑，让我们没有自卑感，让我们不要骄傲，让我们永远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一天你在天堂，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起组成一个中线大家庭。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来讨论，现在可以来信息第538序。Bye.
一八首。愿神的恩惠慈爱伴随着你们一生一世，永远跟你们同在。我最后所祈祷的，温帝你的上帝，听他圣体相通，甲恁三角地底对即时，直到永世的无尽。阿门。台东教会的黄女士，可以起立让我们欢迎一下。最后可以来跟来问一下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很美哦，可以来认识一下。然后我还看到很久不见的俊仁哥，你是俊仁哥吗？还有没有？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是。OK， 我们也掌声欢迎，就是文章哥的朋友。真欢迎，因为到会中间，咱拢是一个伙仔来伫上帝的面前来参加来敬拜。我来做消息的报告，下周担任侍奉的人员，请家己来看来准备心。本周的聚会动态，家己看伫周报内面。本日礼拜了有小组的分享，伫新安宫诗篇第97篇到103篇。本日聚会了后，伫4楼有定期的讲习会，请讲习来准备心来参加。本日下晡1点到2点，伫3楼有乐理的课程，有兴趣的兄弟通来报名参加。第4项是6月12号，伫阮会有举行圣礼礼，若有要受洗礼的兄弟，请伫6月16号进前单张落来报名。本周的新安宫读经的进度是诗篇第104篇到106篇，也阁有使徒行传的第1篇到第2篇。咱即是来互相请安，来结束今仔日的礼拜。
好。